继续来看这个电影《世纪血案》，讲是改编林体命案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。但是要拍这出电影，并无经过当事人甲家属的同意，是引发着重大争议。专案主要的演员李千娜、黄河等人，联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，要求电影要停止制作，讲若强行放映，将会采取法律的行动。 我觉得，如果大家都是上网查这件事情，永远都会活在恐惧当下。对，那他如果重启，可能会重新翻整了这件事情，好像可能不是那么严重，或者是没那么恐怖。改编电影《世纪血案》杀青的记者会，演员李千娜事件的风波了后，佫押出拍电影无经过授权，案件到呾，各方发现这场记者会导演、制片、出品人拢总无出席。那时候是想说，当初假直接去跟他谈这个事情的话，应该是不是很方便。 所以我在想说，等拍完以后，找时间再好好跟他们来谈。当时这片郭木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，嘛承认先斩后奏，若先拜访林义雄，可能就会互拒绝。归去先拍才佫讲，引发着争议，对这演员嘛真生气。 被抓后，立发声明，演员强调拢唔知影。文中讲到，演员事前捌中方问过电影敢有授权，不过制作团队调工稳满，搁伫咧合约内底讲，保证摕到合法的授权，嘛无讲剧本争议的所在。即马造成伤害，演员表示，若当初知影绝对袂接受邀请。除了信众会室内，嘛要全力阻挡电影任何制作的放送甲流传，若有任何违规，会采取法律行动。 演员之一的黄河嘛，伫咧社群铺文，伊的声明讲到，制作团队明确表示，电影有合法的授权，可以伫咧错误的资讯当中，认为已经构成诈欺行为，除了随解约，嘛要求袂当使用黄河任何相关的素材。世纪血案这一部还没有上映的电影，也好像是要把剧情直指最后的指使，是因为使民透过这样的假想来拍摄一个好像拟真的电影片。 一个剧情片，那就会有这种误导国人甚至篡改历史的问题。根据媒体报道，郭木生表示，《世纪血案》的制作费用有到5000万，敢若是恢复美丽岛事件的场面，林演的费用就开100多万。即马电影恐惊会落体，后续会安怎发展，该继续看落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